四肢癱瘓嘅斌仔最近要求安樂死，引起社會嘅關注。話斌仔12年瞓你張床，做同一樣嘅嘢，生活係好苦悶。佢未夠17歲就癱咗，26年前亦都曾經要求安樂死。我要求人道毀滅啊，都唔知為咩生存呢？啱啱結婚就遇到意外，全身癱瘓，一度令佢唔敢見人。當我怪物咁樣睇啊，出街個人都望住我啊，咁好驚啊！始終都係覺得癱咗10年，因為太太嘅照顧，佢話生命仍然有動力。雖然好似我四肢癱瘓咁，俾人外間嘅感覺就係好慘好慘，但係我都有好快樂嘅時光嘅。32歲嘅明仔係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義工。呢一日，佢知道其中一個會員斌仔有安樂死嘅念頭，就即刻去醫院探下斌仔，仲同佢傾咗2個鐘頭。明仔話好了解佢嘅處境，佢只不過係想表達，我瞓咗12年，都冇人理過我，唔能夠離開病房啊，日日都望住天花板啦。其實呢啲生活係好慘啊！明仔話會諗辦法，希望買部手提呼吸機同埋電動輪椅俾斌仔，等佢走出病房。因為癱瘓而要求安樂死，斌仔並唔係第一個。早喺7、8年，林偉雄就向政府要求安樂死，希望結束生命。佢而家51歲，17歲嘅時候因為意外導致全身癱瘓，到而家34年。我整件事發生咧，都好似係一個好有戲劇性嘅，同班 friend 啦，玩節目啦，有咩節目唔使錢嘅，咁去不如去翻我哋平時去開嘅，即係沖水塘游水啦，咁去到嗰度水塘咧，見到水就跳落去咯。佢個頭撞到塊大石，當時佢一直清醒，但係四肢已經喐唔到。我嗰時冇石冇暈到嘅喎，一路知有知覺嘅喎，之後我仲叫啲朋友，你點解我唔喐得嘅？佢個頸骨斷咗，從此全身癱瘓。林偉雄話：只能夠瞓喺張床度消磨時間，又有好多病痛，呢一種滋味，外人好難明白。佢覺得生活冇意義，於是打電話俾當時嘅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，希望有人可以幫佢結束生命。都唔知為咩生存呢？不如死咗好過啦，係嘛？我要求人道毀滅啊！總之喺個辦公嗰啲人啦，喺度講咩話？你講咩啊？等唔好啦，你等一陣啦。咁跟住佢安排咗社署一個職員嚟探我咯，開解我咯。經過開解之後，佢冇再尋死，而政府方面亦都冇俾任何回覆佢。突然遇到意外而癱瘓，好多人最初都會失去生存意志。2年半之前，當時25歲嘅健仔啱啱結婚，交通意外令佢昏迷咗3個月。醒返之後，佢冇辦法接受自己。當時我醒翻喺床上，全身都淨係喐到個頭，都唔知點算。瞓喺醫院就類似一個廢人咁樣，就咁度過呢一生嘅話，我都唔想生存落去啦。太太即刻由內地申請嚟香港。最初半年，因為健仔要用呼吸機，兩夫婦冇講過一句話。度過危險期之後，太太又要幫健仔振作起嚟，說服佢真係去面對咯。其實呢個過程真係好難咯。睇住佢即係當初幾乎想放棄嗰時啦，乜都唔肯做，又唔拒絕接受治療，想幫佢做下治療咧，佢會好惡咁，唔好喐我，唔好理我。哇！嗰刻真係覺得啊，真係好難受個心。
好彩當時不斷有坐輪椅嘅義工嚟醫院探阿健仔，改變咗佢悲觀同消極嘅睇法。因為我自己係過來人，即係我頭一見佢就比較沉默啲啦。但我覺得呢個係要花多少少時間落嚟，等佢適應翻咧就可以，即是好似我差唔多啦。健仔只係剩翻右手同埋右面嘅膊頭，仲有一啲嘅活動能力。職業治療師 Simon 話：要加強訓練佢呢一方面嘅功能，提高自理能力。譬如你見到佢隻手個手腕攞得到，其實呢樣咧有個好大優勢嘅啦嚇。咁嗰度咧可以咧就去學翻點樣自己食飯啊，點樣去攞到嘢啊。明仔以前亦都有健仔同樣嘅經歷，9年前嘅車禍令佢全身癱瘓，但係佢並冇放棄自己。第一步就係去學電腦，當時每日要學2個鐘頭。每一晚翻到去瞓覺嘅時候，我條頸都會好痛。點解？因為對住部電腦，戴住個頭箍，搏命好似啄木鳥咁喺度篤下篤下。明仔最初學打字、排版，後嚟更加自己設計賀卡同埋心意卡。一張卡佢要用幾個鐘頭嚟畫，之後又要院友幫手入紙嚟到印。佢咁做係想證明自己有工作能力。我見到有人，我就會去介紹呢張卡係我畫嘅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，你唔係一定同我買，你能夠欣賞我嘅作品，已經俾到一種支持，同埋令到我有一種滿足感。去酒樓喺沙田醫院住咗幾年，一班四肢癱瘓嘅朋友成日都會坐埋一齊傾偈。明仔話：外面嘅人未必了解佢哋嘅心境。好似吳慶咁，佢都仲可以有時幫下啲喺床上嗰個病人去買下飯，買完飯擺喺個背脊嗰度，或者係掛喺佢前邊，佢去車翻俾佢。好開心啊！即係我可以幫到咁樣，我仲可以幫到人咧，真係好開心。 46歲嘅吳慶20幾年前跳水受傷，全身癱瘓。佢話原本好想死，後嚟就打消咗呢個念頭。見到人哋仲有多，仲有啲慘過我嘅，有啲人唔落得床啊，嗰啲伯咧，咁樣睇到佢哋仲一樣係咁生活落去，咁我係咁慢慢咪習慣咗咯。以前佢可以坐輪椅4圍去，近10年身體差咗，佢要伏喺個輪椅上面，一日10幾個鐘頭就係咁樣生活。睇下電視，咁啊書咧就好少睇，因為揭唔到啊。咁咧就多數喺度咧就逗留。睇風景而家就成為吳慶最大嘅樂趣。生活雖然平淡，但係佢自得其樂。唔少癱瘓嘅人終身都要住喺醫院度，但係文強一直可以喺屋企住。10年前，佢帶住家人去西貢玩，喺跳水嘅時候頸椎受傷，導致全身癱瘓。熄咗燈，我咳咗啲眼淚出嚟，咳到深夜，一路諗，我將來點過呢啲日子？點解唔俾我死咗？文強喺醫院翻屋企之後，曾經消沉咗2年。佢每日只係眯埋眼，唔想起身。起身啊！太太麗娟每日都好細心咁照顧佢，希望佢感受到家人嘅關心。差唔多一日24小時要照顧丈夫，冇晒私人空間。麗娟話，亦都有攰嘅時候。你都要撐啦，如果你唔撐，咁邊個照顧佢啊？有福就喺埋一齊，有咩事嘅時候就離開。咁我覺得我自己過唔到自己個關咯。身體有我呢條手咁手到細。文強嘅體重接近170磅，以前冇呢一部電動吊機幫手，麗娟每次都要好用力扶文強起身，再坐上輪椅。見到太太多年嚟毫無保留咁照顧自己，文強覺得好感動。最近醫生驗出麗娟嘅手腳關節提早咗退化，文強認為係因為照顧自己而引起㗎。我嘅不幸
唔係最不幸，最不幸嘅咧就係肯承擔我嘅照顧者。我睇到佢好辛苦。為咗唔想太太太辛苦，佢哋每日晏晝嗰餐都會喺外面食。不過坐住輪椅要揾地方食飯並唔容易。自從四肢癱瘓之後，文強嘅毛孔已經收縮，感覺唔到凍同埋熱，所以佢哋一定要揀啲陰涼嘅地方。譬如話遇到熱嘅咧，佢唔會識流汗，帶啲熱出嚟嘅。咁我唯有谷咗入邊啦，咁我入邊咧走唔出啦，佢會令到我好唔舒服嘅，胸口翳住啊！呢個係我第一個信號。跟住流鼻水，流完鼻水之後，你再唔過冷河咧，就開始暈㗎啦。佢哋成日都嚟呢一度食嘢，老闆兩夫婦同佢哋好熟。老闆娘話特別欣賞麗娟，我好羨慕佢，真係好羨慕佢睇得不離不棄啊！真係。生存落去要靠親人同埋旁邊嘅人支持。呢班癱瘓嘅人又能夠為其他人做啲乜嘢呢？下一節再睇。在我心之中代你真的好誠意。10年前，文強喺跳水嘅時候發生意外，導致全身癱瘓，只有膊頭以上嘅地方先至有知覺。佢唔想靠機器嚟呼吸，幾辛苦都要唱歌嚟練氣。太太麗娟呢一日就揀咗一首舊歌，希望鼓勵丈夫。首歌只係唱到一半，麗娟就感觸咁喊起上嚟。見到太太喺度喊，文強乜嘢都做唔到，只能夠陪住佢喊。係我嘅寫照，覺得即係我對佢嘅一種情意啦，可以咁講。其實我好想攬住佢，而攬緊隻手撫摸佢背脊。好，因為我睇我太太就好感，即係好感動。我冇想過佢真係可以咁樣照顧我，亦都冇諗過一個弱質女流真係可以照顧一個大 BB 嘅。一個字，愛字。我覺得愛係可以做到好多嘢。係冇乜所謂㗎。文強以前係做水電工程㗎，呢間屋亦都係佢自己裝修。自從佢癱瘓咗之後，想扭緊一口螺絲釘，都要由從來冇揸過錘仔嘅太太代勞。咩十字咩一字螺絲批都唔識㗎。呢10年嚟，文強用口指示，麗娟跟住做，幫佢修理啲物件。而家攞起螺絲批嚟都似模似樣。收就得啦。呢一日，兩個人合力做咗一張可以拉出嚟嘅台面。咁樣燙咗出嚟，咁咪又燙出嚟又容易啦，咁燙翻入去又容易啦。整兩個螺絲批仔，鋥兩個窿咁樣塞住佢，好似一個塞咁樣塞住佢咯，每邊一個塞咁樣塞住佢咯。另一個製成品就係用魚絲連接一個開關掣，等文強唔使撳掣都可以撥電話。麗娟，佢成日都同我咁樣講呢句説話㗎，邊度得㗎？咁樣邊度打到電話㗎？唔得，終於成功，佢又開心喎。啊，真係原來我做到啊！佢讚佢自己先，佢話佢自己做到先喎。佢話娟幫我咁撳鐘。開門啦！文強而家會帶住太太四圍去幫啲癱瘓嘅朋友，例如喺輪椅嘅前面加裝輔助轆，避免喺街上面行嘅時候跌落條罅度。嗱，而家你咧揾支水筆啊，娟，將我個印咗落去，將我哋條棍仔嘅印咗落去。就係咁樣，兩夫婦四圍去幫人修理輪椅。係啦，畫咗兩。文強話：佢仲有健全嘅腦袋，發揮得好嘅話，唔單止可以幫人，更加能夠重建自信心。能夠真可以配合得天衣無縫，真係做到一樣嘢，又實實在在幫到
同路人呢一種感覺啊，好開心啊，好大滿足感。要慢慢去。對於癱瘓嘅人嚟講，能夠幫人係最大嘅喜悅。揸熟咗。明仔成日會去醫院探病人，慰問佢哋嘅家屬。42歲嘅利瓊年半之前中風，全身癱瘓。姐姐每日18個鐘頭貼身咁照顧佢。最初嗰段時間呢，佢唔識講嘢，但係佢表達嘅意思係佢想死嘅。咁我甚至願意，我話我最多我就係幫到你完成你嘅心願呢，我就陪埋你一齊，就係咁樣嘅啫。得到朋友嘅關心同支持，兩姊妹先至走過最艱難嘅時候。最近教會嘅朋友夾咗3萬幾蚊，送咗部電動輪椅俾利瓊。以前由我推住佢，而家起碼佢可以感覺到自己，我自己係有用嘅，我自己係可以呢度去嗰度去嘅。佢睇嘅嘢唔同咗，係個心境唔同咗，係咪？開心嘅，係好開心。可以自由啲，又可以自由啲。姐姐每日都會幫利瓊做運動，又幫佢按摩，希望佢嘅手腳唔會萎縮。姐姐話最鼓舞嘅就係見到利瓊嘅身體有進步。我要佢好返陪我去街啊！行街。先生唔買啲旗啊，唔該。唔該晒，幫我。唔該。太貴啦，自己佔幾十。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呢一日賣旗籌款，健仔同太太都有嚟幫手。一直有探訪健仔嘅義工 Clara 話：呢2年嚟，健仔有好大嘅轉變。多謝。佢好主動啦，雖然你見到佢隻手都唔能夠將支旗擺落人身上面，但係佢都好盡力，不停叫我哋俾啲旗仔我啦，我賣晒啦咁樣。Clara 以為做義工只係去幫人，但係估唔到自己喺健仔身上都可以學到嘢。由受傷到而家已經2年幾，健仔嘅轉變令 Clara 有好大感受。咁嘅情況，健仔都可以企翻起身咧。點解我哋香港社會有好多人可能少少嘢唔開心，咁就咁一聲跳落嚟，咁可以解決到啲乜嘢咧？健仔由真係得個頭喐得，直至到今時今日，佢真係完全可以企翻起身之餘，佢仲可以幫出邊嘅人。其實佢哋真係身體力行去做一啲嘢，為緊個社會咯，唔係淨係社會為緊佢嘅。其實靠住部呼吸機唞氣，我永遠都係望住醫院嘅天花板。咁嘅日子係點能夠去過呢？同埋近年學生自殺問題受到社會關注，明仔同一班四肢癱瘓嘅朋友2年前開始去學校做生命講座，灌輸積極嘅人生觀。明仔又會同同學玩遊戲，睇下冇咗一隻手可唔可以自己着衫。好多學生都好好奇，明仔點樣可以打電話？四肢癱瘓嘅佢仍然活動之餘，可以用下巴嚟到控制張電動輪椅。少少俾明仔過啊，明仔過啊。唔喐得會有壓力，但係你將嗰種壓力化為一種力量，做更多有意義嘅嘢，咪仲加好。健仔嘅病情已經好得七七八八，等緊出院。平時佢會同太太去醫院下面嘅公園度散步，就當係拍拖，增進2個人嘅感情。你一日入邊最開心嘅事係邊個時段啊？梗係有屋企人陪伴我一齊嗰時啦。最近健仔兩夫婦收到好消息。申請咗年幾嘅公屋，房屋處通知佢哋可以入伙啦。兩夫婦都好開心，去到間新屋，計劃下將來點樣裝修呢一度。解決咗住嘅問題，而家面對嘅就係太太嘅單程證仍然未批出。希望太太早啲落嚟照顧到我，同埋同太太
過一啲開心嘅生活咯。明天會更好嘅。希望行緊同我哋一齊同我哋一樣行緊嘅路嘅人咧，再繼續堅持，再堅持。家人嘅支持固然之好重要，自己唔放棄，亦都係呢一班癱瘓人士繼續生存落嚟嘅動力。文強舊年同一班身體有殘障嘅朋友組成咗自助組織，互相扶持。呢晚佢哋約埋一齊去睇馬戲，大家都好興奮。我好開心啊！未睇過啊馬戲，我未睇過。陳志麗係自助組織嘅主席，佢話癱瘓嘅人亦都要學習重新企翻起嚟。所謂嘅企翻起身就即係重新建立自己啫。如果你冇呢啲咁嘅活動嘅話，你成日匿埋屋企，話企起身就係自欺欺人啫嘛。嚇！最緊要你接受咗自己之後，你夠膽面對自己嘅將來咁就 OK。一路上佢哋嘅出現亦都吸引咗途人嘅特別注視。但係文強認為最重要嘅唔係人哋嘅眼光，而係自己點樣睇自己。我成日都即係驚自己啦，即係好似一個廢人咁咯，漸覺得單自己咧，一路即係恢復到我信心咯，即係唔會話俾人即係驚人歧視啊、睇小我哋咯。由健全人士咧變傷殘人士咧，即係等於判咗刑喺一個有限嘅活動空間咁樣咯。咁我哋點樣可以破開呢個空間咧？就係靠你自己點樣面對咯。呢道門係你自己開噶嘛，如果你自己開唔到、解唔開呢個結咧，就邊個都幫唔到你㗎。